定员境顶土地公庙将每当端午即天定为除秽转运日，庙方除了安排净水仪式，替信众除歹运、招福气，也提供午时水予信众所取。今年更手工制作了200份限量版的八公除运转运香包，甲信众结缘。虽然活动早点才开始，不过有真侪信众更是透早8点外就来现场排队。我早上8点半就来了。早上8点半。对。希望领到这香包能够有什么样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今年可以除税转运。装好运，度过这一年这样。每年都有来拜拜啦，也刚好很难得的第一次刚好听到庙方有这个准备香包所以特别幸运的跟孩子都有领到这个前200名的那香包券。希望今年来年会更好。今天来的时候刚好看到有在发香包的活动借由这次跟土地公结缘这样子。顺手工限量8公指定款的除秽转运香包，是信众张小姐发愿后期的作品。你为什么会发愿制作？原来是为了感谢定员境8公救治母亲的神恩。去年我妈妈生病，所以刚好梦到白蛇，然后刚好人家都叫我来正院进顶土地公庙，然后来到这里之后就发现抽签，然后我们有志工老师都会帮忙解签，那一路帮我妈妈顺利找神明，然后完成到出院，整个10个月。整10个月，那我妈妈现在也平安在家里了，对所以就是觉得很感谢贝公很有灵验。那我就是第一波在清明节那时候已经做了平安福袋卡结缘150个，那这次就是贝公有指定说要做粽子香包，就是用宝贝的方式去问贝公。那问了之后，我就是选布给他。选的这一块就是有点像海浪，然后乘风破浪的感觉的兔子，刚好今年是兔年，那就刚好做了正元镜的这个支标，那就是刚好做一系列，然后贝公就指定说就是要做200个，对，然后就是刚好去买布的时候，那一块布刚好只剩下10尺半，做完刚好就是数量刚好。张小姐讲，除秽转运香包为材料、外形、色水以及7种除秽转运内容物开放所取时间点。拢是伊向贝公跋杯请示后，得到3个圣杯才采用的。得到香包的信众，也将这份贝公的礼物过炉，祈求定员境顶土地公庙降生尊来保佑。但是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